50幾年前，香港有人用接近底價5倍契價錢，長下一幅啱啱填出嚟契海邊土地，但佢真正想買契，可能根本唔止一幅地。更加不可思議嘅係，呢場當年睇落近乎瘋狂契豪賭，後來唔單止起出香港第一座真正意義上契摩天大樓，仲改變咗中環公司契辦公方式、行人契出行方式，甚至連今日我哋熟悉契中環天際線同商業版圖都揾到佢留下契影子。呢棟樓就係怡和大廈。如果你今日由中環行去海旁，怡和大廈其實已經唔算特別高，佢旁邊有更高、更光、更散大化嘅玻璃幕牆大樓，同今日屈啲就200-300米高嘅摩天建築相比，178.5米高嘅怡和大廈甚至顯得有少少狹窄。但有趣嘅地方就喺呢度，今日佢唔算高，但喺1973年佢就係香港地妹嚟最誇張嘅一次想像，52層、178.5米、1748隻圓窗，大樓啱啱落成嗰陣，香港以前根本未見過呢種嘢。佢唔單止成為香港第一座摩天大樓，落成嗰陣仲一度成為亞洲最高建築。當時好多香港人甚至唔係去辦事，而係專登走去睇佢。你可以想象下嗰個畫面。今日我哋抬頭望環球貿易廣場、國際金融中心，可能已經見慣見熟。但如果將時間拉返去50幾年前，中環好多建築仲保留住舊式商業城市開始度。突然之間，一條接近180米高、成身都係圓窗嘅巨大白色方柱，由啱啱填出嚟嘅海旁土地直插上天。嗰種視覺衝擊同今日見到一棟普通閒置樓完全係兩回事。佢更加似香港突然向所有人宣布，呢間城市唔打算再次做轉口港，佢要將資本、銀行、律師、會計師、跨國公司全部塞入一個越嚟越高、越嚟越貴、越嚟越集中嘅金融核心。所以如果只係將怡和大廈當成一棟幾有特色嘅舊建築，其實就低估咗佢。真正有意思嘅問題係，點解偏偏係197年代？點解偏偏係中環海旁？點解置地當年咁用一個近乎瘋狂嘅價錢買呢幅地？點解佢一定要考到咁高？點解啲窗偏偏要整成圓城？點解中環今日密密麻麻啟行人天橋網絡會同呢棟樓扯上關係？將呢啲問題全部串埋一齊，你可以發現怡和大廈其實就係香港過去半個世紀發展比塞嘅一座實體模型。故事要由197年6月1日講起。嗰日，香港政府配賣中環填海區一幅重要商業用地，土地面積大約53000平方米，可發展嘅總樓面超過70萬平方米。政府底價係5300萬港元。今日回頭睇5000幾萬，好似唔算太誇張。但唔好唔記得嗰陣係197年，當時香港普通家庭嘅收入、樓價、企業規模同今日完全唔係同一個世界。結果配賣一開始，現場嚟咗18個財團。大家越叫越高，最後置地公司一路將價錢推到2億5800萬港元。留意底價5300萬，成交2億5800萬，接近5倍，平均樓面位價大約354港元，刷新當時香港紀錄。今日我哋見香港賣出白擊地王，可能會覺得紙品市場已經見慣大場面。但如果將2億5800萬放返入1970年嘅經濟規模度睇，呢單交易帶嚟嘅心理衝擊絕對唔細。更加唔好講，當時香港先啱啱經歷完60年代末嘅社會動盪，冇人可以攞住50年後嘅樓價早熟譜同置地講，放心買啦，中環之後一定會成為世界嘅金融中心。冇，當時佢哋買契係一個判斷，到香港繼續增長，到中環繼續擴張，到商業中心會由原本比較靠落陸啟德府道中、皇后大道中一帶，繼續向新田出嚟喺海旁推進。更重要嘅係，佢哋仲到一樣後嚟證明極之重要嘅嘢：土地越貴，城市就越要向上發展。呢句說話係理解香港摩天大樓現代最關鍵嘅一句。點解香港咁中意起高樓？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地少，呢個解釋冇錯，但只講咗一半。真正推動高樓出現嘅唔單止係地少，而係核心地段嘅土地貴到你根本冇資格浪費。當一幅地已經用咗2億幾港元買返嚟，你起一棟10幾層解細辦公樓，條數根本計唔掂。地價會逼住建築向上起，建築越起越高之後，又會逼住金請蝕鎖、新間機、冷氣、消防、結構設計全部升級。所以怡和大廈唔係某個建築師突然有一日靈感爆發，話我要幫香港畫一棟摩天大樓。佢背後首先係一道資本算術題，幅地太貴，一定要向天空攞樓面。呢個亦都係點解我覺得怡和大廈真正象徵嘅唔單止係香港速度，佢象徵嘅係香港之後幾十年一套非常典型嘅城市機器。政府供應土地，發展商高價投地，高地價推動高密度發展，高密度又進一步強化核心商業區嘅價值。整亨吹越值錢，下一幅地又越貴，一輪接一輪。今日你企喺中環見到嗰片摩天森林，其實就係呢套邏輯幾十年累積出嚟嘅結果。而關於當年嗰幅地，仲有一個流傳咗好耐嘅故事。好多人都聽過一種講法，置地用天價買地嗰陣，向政府提出條件，要求怡和大廈北面喺維港景觀，永遠唔可以俾其他建築遮住。呢個版本特別戲劇化，2億5800萬
唔單止買地，仲順便連海景都買斷，聽落好有香港地產全地改味道。但歷史好多時都冇都市傳說咁簡單，比較可靠嘅政府資上顯示，當年賣地確實只及北面建築高度限制，但重點係有限期，唔係大家後嚟口耳相傳改永久海景保證。當時改安排係由1997年6月開始計15年，大廈同維港之間改建築高度受到限制，唔可以超過大約36.6米。即係話呢個傳說唔係完全憑空作出嚟，的確曾經有保護視線改安排。但如果講成政府醒怒，以後永遠冇人可以遮住怡和大廈海景，就講得太過火。我反而覺得真實版本比都市傳說更加值得研究，因為佢說明咗當年發展商買一幅頂極商業土地嗰陣，考慮嘅根本唔止係棟樓本身、景觀、周邊公共空間、道路、未來規劃呢啲嘢，全部都會直接影響土地價值。今日大家買一層樓都識得睇景觀，將來會唔會俾人遮住？50幾年前頂極上映之前，解玩家已經喺計同一條數，只不過佢哋計單位係成棟摩天大樓，跟住落嚟就更加誇張。地買到啦，問題就變成點樣盡快將筆錢變成一棟可以收租嘅大樓。你要知道，發展商最驚嘅唔單止係建築成本，仲有時間。一幅地用2億幾買翻嚟，工程拖多1日，資金就燒多1日。大樓遲1年落成，就少收1年租，貸款利息照計，建築成本照俾，資金就回唔到籠。所以怡和大廈由設計開始，目標就好香港，要高要穩，但更加重要嘅係要快。負責設計嘅係當年啟工和洋行，即係今日啟巴馬丹拿集團，其中一位主要設計人物係建築師穆夏一，承建商就係金門建築。呢項工程最勁嘅地方，唔係用咗啲今日聽落好似科幻小說咁啟克科技，而係佢哋重新組織咗好多施工環節，令一棟50幾層啟鋼筋混凝土大樓可以用當年極少見啟速度一路向上起。主體結構由動工到封頂前後大約只用咗16個月左右。你冇聽錯，唔係16個月裝修一間辦公室，係50幾層摩天大樓啟主體結構。放返喺70年代，呢種速度真係非常驚人。其中個關鍵就係建築結構本身。好多傳統大樓入面有大量柱，啲柱用嚟承重，但怡和大廈採用咗一套當時非常新正啟思路。你可以簡單理解成一個桶中桶，中間有一個非常堅固嘅核心桶，入面放乜升降機、樓梯、設備、各種垂直交通同機電系統。外面再有一個負責承重嘅外筒，中間核心同外尾結構透過每層樓板連接埋一齊。咁做最大好處係乜？第一，大樓可以抵擋香港海旁非常強颱風。50幾層建築遇上颱風，唔可能好似一嚿完全唔凹喺石頭。實際上，佢需要容許非常輕微、受控制嘅擺動，完全硬晒反而唔係好事。第二，更加重要，辦公室入面可以少好多阻住地方啟住。你試下想象，同樣1萬幾平方米嘅辦公室，一種佈局係中間周圍都係住，另一種就係大片開揚空間。如果你係銀行、律師樓、競總叫，你會揀邊種？梗係後者。所以建築結構唔係工程師自己玩自己，佢直接影響租金。直接影響企業願唔願意進駐，直接影響一棟辦公樓可唔可以賣到頂級寫字樓嘅價錢。呢個就係拆解建築最有意思嘅地方。好多睇落純技術嘅問題，最後全部都會落翻去商業價值。跟住就講到怡和大廈最出名嘅嘢，圓窗1748隻，你由任何一個方向望過去，幾乎都唔會認錯。成個香港咁多摩天大樓，好多大樓如果拆咗招牌，普通人根本分唔到。但怡和大廈唔同，你只要見到一排排圓孔，就算只係攞出大樓一角，都知道係邊個。點解要整成圓形？呢度有一個幾浪漫嘅傳說。據講建築師穆夏一喺屋企買拆記草圖嗰陣，本來一路試傳統方窗，佢太太睇完之後，覺得成棟建築太規矩、太沉悶，就問咗一句：點解窗一定要係方形？可唔可以試下圓形？就係咁一個隨口嘅建議，最後變成香港最有辨識度嘅建築魔牆之一。呢個故事流傳咗好多年，亦都幾好聽。但如果我哋認真啲，就唔可以將佢當成唯一嘅拆記來源。現有建築資料更加清楚咁顯示，圓窗背後其實同時有視覺同結構兩套邏輯。設計上，佢受到當時現代藝術幾何視覺語言影響；結構上，佢係特別適合呢棟建築嘅鵝腸系統。點解？因為怡和大廈嘅鵝腸唔係單純掛上去嘅一層外皮，佢本身都要承受結構作用。既然幅牆要受力，當然唔可能無限制咁開巨大玻璃洞口，開口越大，結構就越難處理。尤其傳統方程開口，4隻角比較容易出現明顯嘅應力集中，圓形冇尖角，力量可以更加順暢咁沿住開孔分布。所以你今日見到圓窗唔係純粹為咗怪而怪，佢其實係工程限制、建築美學同品牌辨識度3樣嘢啱啱撞埋一齊。更加妙嘅係中國建築本身就有躍動門，所以當你由辦公室入面透過圓窗望維港，嗰片海就唔再只係普通一幅景，佢好似被裝入一個圓形畫框入面。
現代主義大樓，突然多咗少少傳統淫亂框景啟感覺。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香港人明知怡和大廈係一棟非常西式、非常現代主義啟商業建築，但仍然覺得嗰啲圓窗有種講唔出啟東方味。真正經典啟察機就係咁。實驗室一開始可能只係想解決一個問題，最後卻產生咗超越功能本身解文化意義。而且你仔細睇，會發現怡和大廈唔係由底到頂都一樣厚，越去到上邊，結構需要承受啟垂直荷載愈少，所以鵝腸可以逐步變薄，最底部牆身最後向上就一路減薄。呢個就係點解佢雖然只係一個好簡單啟長方體，但又冇傳統厚重粉能好建築咁笨重。佢睇落好乾淨、好克制，甚至有少少似一件被精準打孔啟巨大工業產品。不過50年前啟材料同樣都有50年前啟問題。怡和大廈最初啟鵝腸唔係今日呢種金屬質金，原本大量用咗白色細型石面材料。問題係大廈就喺海邊，鹽分、濕氣、風雨長期侵蝕鵝腸，用咗一段時間之後，石面甩落嚟，啟風險越嚟越明顯。對一棟下面每日都有大量返工族經過啟摩天大樓嚟講，鵝腸跌嘢落嚟唔係美觀問題，係安全問題。所以80年代初，大廈做過一次重腰鵝腸翻新。原本啟飾面逐步俾金屬鋁板覆蓋，由嗰陣開始先形成今日好多人熟悉啟外觀。呢件事我覺得特別值得講，因為好多人講建築保育，總係中意將保持原樣理解成最高原則，但真正可以活50年、100年啟建築，往往唔係因為佢從來冇變，啱相反，佢一定要一路變。材料舊咗換，生鏽機技術落後換，冷氣系統效率太低改，消防標準更新改。租戶啟工作方式變咗，再改。真正啟保育唔係將1973年啟怡和大廈封入玻璃罩入面，而係令佢去到異域近年仍然有人願意入去返工。呢個先係商業建築最現實啟生命力。跟住仲有一個好容易俾人忽略嘅影響。如果我而家問你，香港中環最勁啟城市機變係乜？有人會話港鐵，有人會話道路，有人會話半山扶手電梯。但我覺得仲有一個成日俾人低估啟大安天橋。中環有一種好特別啟體驗。你由一棟樓行出嚟，可以完全唔落地面，行入另一棟樓，繼續行，再入商場，再入辦公樓，再去港鐵站。天氣熱唔使曬，落大雨唔使淋，地面塞滿車，你喺樓上行。今日香港人已經慣到不得了，但呢套系統唔係一夜之間由政府畫張總圖，跟住一次過起晒，佢係幾十年一段一段咁接起嚟。而怡和大廈就係呢套網絡非常早期啟重要節點之一。70年代置地發展當時啟康樂大廈。即係今日啟怡和大廈嗰陣，興建咗橫跨干諾道中啟行人天橋，將新填海區同原有商業區連接埋一齊。早期網絡將康樂大廈、當時啟太古大廈同埋郵政總局一帶連接起嚟。之後其他置地木業加入，政府再擴建，其他發展商繼續接。於是一個原本只係服務幾棟商業大樓啟接輯，最後慢慢變成今日龐大啟中區行人網絡。呢個變化特別能夠反映香港身處發展啟特色。政府唔係唯一啟建策者。發展商亦都唔係只識將大廈圍起嚟自己賺錢，當唔同商業物業之間有夠強啟經濟利益去連接，人行網絡本身就會變成一種商業基建。點解置地願意起橋？梗係唔係純粹做慈善，因為人越容易行到你棟樓，棟樓就越值錢。你啟石低能連接越方便，企業就越願意租。下面商場人流越多，好租就越高。一條天橋睇落係公共便利，背後一樣係一道商業算式。但神奇改係，當越嚟越多私人商業利益互相連接，最後真係會產生一個城市層面改公共價值。呢個就係中環特別有意思啟地方。資本想令自己棟樓更加值錢，最後反而順手起出一套所有人都用得到啟步行系統。而怡和大廈啟位置啱啱就企喺呢個網絡最重要啟極點附近。今日由怡和大廈可以透過天橋系統行去交易廣場、港鐵香港站、國際金融中心同埋中環其他主要建築，再繼續行就可以進入更大啟中環步行網絡。所以如果你只係由地圖上睇1號康樂廣場只有一棟樓啟地址，但真正啟上壓地層，從來唔係只睇地圖上嗰一點，佢睇啟係網絡，人到唔到，客戶到唔到，員工到唔到，銀行、律師樓、交易所、酒店、餐廳、交通樞紐，可唔可以全部喺幾分鐘之內接通？呢個先係中環租金長期可以維持全球頂級水平啟重要原因之一。唔係因為每一棟樓都特別靚，而係幾十棟樓加埋一齊之後，形成咗一部商業機器。怡和大廈另一個身份，去到80年代，亦都被大家更加清楚。佢原本叫康樂大廈，英文名係康樂中心。後來怡和集團將香港總部搬入呢棟大廈。到1989年初，大廈正式改名做怡和大廈。個名一改，意義就完全唔同。康樂大廈係一棟木業，怡和大廈就係一種企業身份。因為怡和同香港啟關係可以一路追溯到19世紀。佢喺香港商業史存在啟時間，比絕大部分今日我哋熟悉啟上市公司都長。
早期啟渣甸大廈曾經喺北打街一帶，經過幾代總部建築更替，最後怡和將自己啟企業名放到呢棟70年代摩天大樓上，所以你可以將佢理解成怡和第4代香港總部啟象徵。而呢一次搬遷亦都好有時代意味。早年商業核心靠近舊海岸線，城市不停填海，海岸線一路向北移，頂極商業物業亦都跟住向海移，企業總部都跟住移。100幾年香港商業史其實一直追住海岸線向外行。今日你會覺得怡和大廈離海已經有少少距離，但佢啱啱落成嗰陣真係企喺海旁。呢個就係香港一個好有趣嘅歷史現象。香港好多最貴嘅土地以前根本唔存在，佢哋係之後先填出嚟，跟住配賣發展，變成舊樓，變成辦公樓，變成金融中心，最後貴到普通人好難想象嗰片土地以前原來係一片海。所以怡和大廈唔單止見證香港城市變化，佢本身就係填海、土地財政、上間裂田同金融中心擴加一齊製造出嚟啟結果。更加有意思嘅係50幾年過去，怡和大廈面對啟挑戰已經完全唔同。1973年佢啟問題係點樣成為最新、最高、最快啟辦公樓，今日啟問題就變成一棟50幾歲啟辦公樓，憑乜仲可以令世家技公司願意租？呢個先係真正困難嘅地方。香港而家唔缺新樓，中環新世代甲級寫字樓，玻璃更大，樓底更高，設備更新，設備更加搶眼，有啲甚至由國級頂級建築師操刀。咁怡和大廈呢種70年代建築，唔通只可以靠歷史情懷繼續生存？梗係唔得。企業簽辦公室租約嗰陣，唔會因為你有故事就多俾幾千萬租金。佢哋睇嘅係能源效率、空氣質素、實比、交通、核實廠發展表現、空間效率、員工體驗。所以呢啲年置地對怡和大廈真正做啟，唔係將佢包裝成懷舊景點，而係不停升級。呢棟1973年落成啟建築，今日已經攞到多項高級別綠色建築認證，喺幾個建築營養同維護相關，喺國界60評級入面，怡和大廈曾經喺滿分100分入面攞到89分，去到香港商業建築啟領先水平。置地旗下香港商業乜嘢更加完成所謂3鉑金認證體系。呢件事啟商業意義非常現實。以前租附揀辦公室會問呢度離港鐵幾多分鐘，租金幾多，維港景有幾闊。今日跨國公司仲會再問一大堆問題。建築碳排點樣？人員效率點樣？員工健康標準點樣？公司自己啟環境目標可唔可以喺呢度落實？你會發現綠色認證由宣傳加氛圍，慢慢變成甲級入質樓競爭啟一部分。所以怡和大廈可以一路用到今日，靠啟唔係運氣，而係佢不停將一棟70年代建築塞入21世紀企業啟要求入面，甚至怡和集團自己啟辦公空間都一路繼續更新。過去一段時間，集團做咗組織同投資策略調整，希望將部分原本分散啟團隊重新集中，加強協作。到26年，怡和已經公布維護怡和大廈啟新裝修辦公室正式啟用。呢件事其實比任何怡和大廈會唔會拆啟傳聞更加值得睇，因為企業將錢投去邊，往往比企業口講乜更加誠實。如果一棟樓真係已經準備進入倒數，通常唔會不停將資源投落長期升級。而家我哋見到佢係綠色認證繼續做，辦公空間繼續改，地盤人員繼續集中，實比繼續更新。換句話講，至少由目前公開動作睇，怡和大廈啟方向唔係等退休，而係繼續做嘢。市場當然一直都會有關於舊樓重建啟猜測，好正常。中環地價咁貴，一棟50幾年啟建築擺喺度，任何投資者都會計，如果拆咗重建，可唔可以起得更大？可唔可以租得更貴？可唔可以釋放更多樓面價值？呢啲係上間地產最正常不過啟問題，但猜測同計劃係兩回事。市鎮村並冇一個已經公開落實啟怡和大廈全面重建方案。相反，更明確發生緊啟係持續翻新同升級，所以問題就嚟啦。一棟樓究竟幾時先算老？50年、60年、100年？我覺得對商業建築嚟講，樓齡根本唔係核心指標，真正決定佢有冇老係功能。如果一棟50年樓齡啟建築仲可以吸引跨國經總機構、律師事務所、投資公司同企業總部入去辦公，佢就未真正老。如果一棟20年啟樓已經冇人肯租，咁佢反而可能更加老。呢個亦都係怡和大廈最有意思啟地方。佢已經唔再係香港最高，甚至喺今日啟中環天際線，你要由某啲角度先可以完整見到佢。但佢仍然有一種非常罕有啟存在感。1748隻原窗，冇誇張啟頂部，冇複雜曲線，冇幾十種材料，就係一個非常乾淨啟長方體。結果50幾年過去，你仍然認得佢。呢個先係真正困難啟正潮濕者。今日好多大樓為咗令人記得，會搏命扭、搏命扯、搏命整一個奇怪滑頂。啱啱落成嗰陣，個個都影相。10年之後就冇人記得個名。怡和大廈啱啱相反，佢只係做咗一件非常簡單啟示，將窗變成圓形，跟住重複1000幾百次，結果就變成一張城市名片。而如果我哋再將鏡頭拉遠啲，你會發現怡和大廈最值得研究啟
根本唔係遠窗，而係佢將香港過去半個世紀最重要嗰幾個關鍵字全部裝入一棟樓。第一個係高地價，197年嗰單2億5800萬港元投地，證明資本已經開始握住中環未來。第一個係高密度，土地貴就一定要向上起。香港摩天城市凱羅澤喺嗰個年代快速成熟。第三個係工程效率，發展商一定要縮短建築週期，令巨額資本盡快產生租金。於是施工方法、結構體制、升降機、冷氣全部被推到當時最前沿。第四個係長頭花，大樓落成之後，好快就吸引銀行、征用借高、律師樓、快捷購購等專業服務企業進駐。呢啲公司後來一齊構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最核心嘅產業網絡。第五個係城市連接，天橋將一棟樓連去另一棟樓，將私人發展項目變成更大嘅城市步行系統。第六個係企業權利，怡和夾盤將個名放上大樓之後，佢已經唔止係捧地錢，佢變成一個跨越香港商業史喺企業符號。第七個就係今日越嚟越重要嘅一樣嘢，更新。一座城市如果只識拆舊起身，其實好容易，最難嘅係點樣令舊建築繼續有經濟價值。怡和大廈而家做緊嘅就係呢件事。所以如果今日有人問我點解一棟50幾年前嘅大樓仲值得講咁耐，我嘅答案係因為你根本唔係一睇一棟樓，你係一睇香港點樣一步一步將自己變成今日呢個城市。由一幅海邊田地開始，政府攞出嚟鋪賣，資本用破紀錄價錢搶走，高地價逼出摩天大樓，摩天大樓逼出新工程之樹，企業入去，銀行入去，律師入去，經常機構入去，人流越嚟越大，天橋開始接通，周邊繼續發展，商業核心繼續向海邊擴，跟住幾十年過去，新樓一棟一棟超過佢，佢由全亞洲最搶眼嘅新建築，慢慢變成摩天森林入面嘅老前輩，但佢冇消失，反而因為嗰啲原窗一直俾人認得出。呢件事其實幾似香港本身，香港最強嘅時候，從來唔係因為永遠擁有最新嘅嘢，而係香港特別擅長將舊系統不停改造，令佢繼續賺錢、繼續運作、繼續接上成時代。70年代需要嘅係高度，80年代需要嘅係金融同企業總部，90年代需要嘅係全球商業連接，入到21世紀之後，需要嘅係效率、環保、員工體驗同國際認證，要求一路喺變。怡和大廈亦都一路喺改，所以真正值得我哋關注嘅唔係佢仲可唔可以再做50年，而係未來50年嘅中環究竟仲需唔需要呢種建築？未來企業仲會唔會每日幾千人一齊返辦公室？人工智能同遙距辦公會唔會改變染色地需求？綠色建築標準會唔會越嚟越嚴？中環新一代超甲級染色地會唔會繼續將租戶給佢更新嘅建築？呢啲問題而家冇人知道最後答案，但怡和大廈已經證明咗一件事：地表真正嘅價值唔係你曾經最高，因為高度記錄一定會俾人打破；亦都唔係你曾經最端正，因為所有技術都會過時。真正困難嘅係，當你所有第一名都俾人拎走之後，你仲有冇存在嘅理由？怡和大廈曾經係最高，後來唔係啦。佢曾經有亞洲最快嘅升降機，後來當然亦都唔係啦。佢曾經有嗰個年代最先進嘅大型冷氣系統，今日更加唔可能靠呢樣嘢炫耀。但佢仍然係怡和大廈，因為真正留下嚟嘅係位置、係網絡、係建築辨識度、係企業歷史、係長期形成嘅商業生態。呢個就係點解好多頂級城市入面最貴嘅建築未必係最新嘅建築，真正頂級嘅地產賣嘅從來唔止係鋼筋混凝土，賣嘅係地址、係時間、係網絡、係周圍幾十年累積落嚟，其他人好難複製解關係。而怡和大廈最強嘅資產可能啱啱就唔係嗰52層樓，而係1號康樂廣場呢個位置背後半個世紀形成嘅中環。所以之後如果你再經過怡和大廈，不妨抬頭望下嗰啲圓窗，你見到喺每一個圓唔止係一隻窗，佢哋背後係70年代香港對土地價值喺瘋狂壓住，係工程師點樣解決高樓受力，係發展商點樣同時間鬥快，係中環點樣由舊海岸向新海岸推進，係行人天橋點樣由幾棟私人商業大樓慢慢連成城市網絡，亦都係一棟50幾歲嘅商業建築點樣喺新寫字樓不停出現之後，仍然揾到自己嘅位置。50年前，香港需要佢證明一件事：呢嘅城市可以將樓期到以前唔敢想象嘅高度。50年後，佢要證明另一件更加難嘅事：一座城市真正嘅競爭力，唔單止係不停起新嘢，而係有冇能力令舊嘅嘢持續產生新價值。呢個可能先係怡和大廈真正值得被記住嘅原因。佢唔係香港天際線最高嗰一棟，卻可能係最能夠解釋香港點解會變成今日呢個樣嘅嗰一棟。如果你中意呢種唔止講建築外表，而係將土地、資本、企業、工程同城市花旦擺下齊齊界嘅內容，記得幫今條片撳個讚，亦都歡迎訂閱頻道。你亦都可以喺留言區話俾我知，香港仲有邊一棟建築係你覺得真正代表一個年代？係匯豐總行、中銀大廈、國際金融中心，定係你心目中另有答案？
將個名留喺梨園區。下一期我哋繼續由一棟建築開始，拆解一座城市，真正計運行邏輯。